12月7日係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，特區政府為咗方便市民，會喺全港各區設置投票站。除咗常見嘅學校同社區會堂作為投票站，新界就有啲特別。新界因應地理分佈廣闊同社區結構特色，所以平時新界村民嘅聚腳地、村公所會喺選舉日搖身一變，成為投票站，夠晒地道又方便。唔止咁，新界作為連接內地嘅大通道，選舉事務處除咗喺新界上水設立2個鄰近邊境投票站，今次亦會喺港珠澳大橋旅檢大樓以及香港國際機場各設立1個投票站，供選民預約進行投票，方便需往返內地或海外嘅選民投票。同時延長投票時間，由早上7點30分至晚上11點30分。無論你住喺市區定鄉郊，一般會喺投票日前10日或之前收到投票通知卡。通知卡會列明你獲編配投票站名稱同地址。收到通知卡請注意，今次獲編配嘅投票站可能會與以往嘅有所不同，必須依照今次通知卡前往指定投票站投票。你亦可以透過選舉事務處網站查閱你嘅所屬票站與資訊，咁就萬無一失啦。12月7號，漂亮新界，共建未來。